多人珍惜。讲台湾，说台湾，台湾的故事是讲不了，说不尽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同爱讲课安导。宜兰县宜山乡的青高川，这个好山好水的所在，是不是会当变做一个品牌？大家趁有钱的时阵要走来这做菜，啊，我的生活就变做。这有价哦，无啦，那有哦，你这真济呢。漂配咱主人都是安尼啦。吃起来了。那想起哦哟，马上就到落来。白沙屯要搁沿用这个古早的名词，啊，在称呼吼，咱对神庙进香的信徒叫做庙顶卡。落改普渡歌非常的重要，所以甲水果改写做普渡歌。这不是饼，哎，这水饺啊！我当作是饼。全台湾上好食的臭豆腐伫遮啦。